根据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加德官方社交媒体上的消息，前总统会见了该国不同地区的大学生，对维吾尔问题进行了评估。艾哈迈德内加德指责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谴责伊朗政府对中国无声。他说，现在在亚洲中心的维吾尔地区，中国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他们给孩子和妇女带来种种麻烦，以消除一个民族。世人为此感到羞愧，保持沉默。他们认为自己将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被追究责任。内加德呼吁德黑兰政府反对中国的行为。他说，有趣的是，我们声称我们是穆斯林，我们反对破坏和自大，为什么我们对这种情况保持沉默？那里有破坏和谋杀，你为什么不警告和抗议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欧斯汀上任后首次外访选择亚洲，并以日本作为起点。布林肯与欧斯汀3月16日与日本高层召开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会议，又称2+2会谈。出席这次会谈的除了布林肯及欧斯汀，还有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会谈结束以后，美日高层发表联合文件，批评中国的作为违背国际秩序，并对中国实施海警法深表关切。美日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将矛头指向中国，称后者违背现存国际秩序，是美日同盟以及国际社会的一个课题。联合文件又确认，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对象，坚决反对有损于日本对尖阁诸岛施政的任何行动，并明确指出，持续反对任何寻求改变现状或有损日本管制的片面行动，并且对香港局势以及东突厥散地区的人权状况表示深刻忧虑。中国准备放宽边境限制，允许一些外国人入境，前提是他们已经接种了中国制造的新冠病毒疫苗。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开始处理接种了中国疫苗的签证申请人。从本周起，这一规定将适用于那些因复工、商务旅行或人道主义需要赴中国内地的人士。中国驻美国、意大利和印度等大使馆也发表了类似声明。报道称，中国的疫苗已经在世界上几个国家推广，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买到。由于检测结果缺乏透明度，中国政府一直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候选疫苗的信任。中国周二就欧盟联盟计划对中国在东突厥散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制裁，向欧盟发出警告，称如果布鲁塞尔干涉中国内政，北京不会让步。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周二在出席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在线研讨会上，对欧盟准备就维吾尔问题制裁中国官员发出了这一警告。我们希望对话，不希望对抗，请欧盟方面三思而后行，张明大使说。若有人执意要搞对抗，我们不会让步。欧盟外交官上周表示，欧盟预期要采取的措施将包括对4名中国官员和1家实体实行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英国政府于16日公布脱欧后外交与国防战略报告，将会把未来外交重点转向印太地区，大举增加4成核弹头库存量，从180枚提升至260枚。媒体称，为冷战以来英国对外交国防事务最具变革性评估。除了将俄国定调为明确威胁，报告表明，对英国经济安全来说，中国为国家级最大威胁，是系统性挑战。据报道，英国政府最近在间谍、网络攻击和人权问题上与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了更多外交关系。